续来看南投县小连续11天零确诊，今仔日破公路，一口气是增加3例确诊的病例，其中2个确诊者就住伫个竹山，甲南彰化这个宗教的传播链有相关。来听南投县政府详细的说明。 那今天我们南投县有3个确诊的一个个案了哈，那这3个个案的部分就是按14227哈，还有14224，还有14228哈。那刚刚副指挥官陈副县长已经跟大家做说明过哈，14227跟14224他们是朋友关系了哈。不过他们2位是14227曾经在彰化县哈6月6号到6月15号这段期间。 曾经参加过彰化县的一个大型的宗教活动了哈，那等一下我们会做这个关系图的说明的部分，会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说明哈。那14227是一个确诊个案，但是我们大概做整个追踪疫情调查，应该是14227的这个案把传染给14224的这个个案了哈。那另外14228是一个77岁的女性她住南投市，是因为她在家中跌倒之后送到医院去。那住院前按照现行的规定，医院必须要针对这些住院者进行PCR 的一个检测，确保医院的安全哈。所以在那当下是被采检出来的一个个案哈。那底下我就做关系图的一个说明。 那底下我们就先就我们南投市的这个个案哈，14228的这个个案哈，那14228这个个案是在1月21号采检哈，那 PCR 是一个阳性，他是因为在家中跌倒了哈，所以送到医院去住院前医院的一个进行那个新冠肺炎的病毒的筛检是筛检出来哈，那这个个案比较特殊是，他曾经在6月16号曾经在我们南投县里面。 合约医疗院所打过我们 AZ 的新冠肺炎的疫苗哈，那从这个关系图看起来哈，黄色框框这个部分是他们同住的一个家属的一个关系哈。